每日都係一個循環，城市唔會停止運行。有時候喺度諗，如果個世界可以靜止1分鐘，當我開始去聽清楚周圍嘅事物，冇晒人嘅交談聲，冇晒街上面嘅噪音，只剩低自己一個人嘅空間。明明我應該好享受呢種感覺，但總覺得好似欠缺咗某啲嘢。城市嘅繁華同喧鬧，我以為一早已經麻痹咗我嘅感覺。我覺得避開晒所有事物，就可以揾到屬於我嘅平靜。直至阻隔晒所有聲音，我先發覺，原來自己會開始掛念。可能我一直逃避緊嘅係我腦海嘅聲音，困住我嘅係內在嘅諗法。當我嘗試用內心去感受城市嘅一切，我覺得我終於揾到嗰一件缺失嘅事物。我嘅平靜唔會再因為環境而受影響，而城市嘅聲音早已成為我同佢不可或缺嘅連結。